個遙遠嘅王國入面住住一位慈祥嘅國王，佢嘅名叫亞瑟國王。亞瑟國王非常愛佢嘅人民，每日都會關心佢哋嘅生活。喺城堡入面，國王總係微笑住，鼓勵大家努力工作，過上更好嘅生活。有一日，亞瑟國王聽到咗一個可怕嘅消息，城外嘅村莊遭遇咗洪水，好多村民嘅房屋被淹沒咗。國王心裏非常着急，決定立即去拯救佢哋。快，準備馬車同食物，我要去幫助村民。國王大聲命令嘅話，侍衛們迅速行動，準備咗食物、水同醫療用品。國王着上佢嘅盔甲，坐上咗馬車，向村莊出發。當國王嚟到村莊嘅時候，睇到村民們正喺度忙住搬運貨物，試圖拯救自己嘅財物。洪水湧進村莊，好多房屋已經被水淹沒，村民們嘅面上充滿咗擔憂同埋恐懼。大家不必擔心，我嚟幫助你哋。亞瑟國王大聲喊道。佢駐馬喺村莊嘅中央，鼓勵大家一齊合作。佢指揮村民們搭建臨時避難所，並分發食物同水。國王同村民們一齊努力，互相幫助。雖然洪水嘅水勢好大，但國王堅定不移，從不退縮。佢用鼓舞嘅話語激勵住每一個人，等佢哋重拾希望。終於，經過幾日嘅努力，洪水開始退去，村莊嘅情況逐漸好轉。村民們嘅心中充滿咗感激，佢哋感謝亞瑟國王嘅勇敢同無私，因為佢唔單止拯救咗佢哋嘅生命，仲讓佢哋重燃咗希望。亞瑟國王微笑住話：呢個係我作為國王應該做㗎。我哋係一個大家庭，應該互相幫助。村民們用心中嘅感激回報咗國王嘅善良。當國王返到城堡嘅時候，人民們都企喺城堡前歡迎佢。國王話俾大家知，團結同勇氣係克服困難嘅關鍵。從嗰以後，亞瑟國王更加關心佢嘅國民，經常舉辦活動，讓大家聚埋一齊，增進彼此嘅友誼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勇敢同團結能夠克服任何困難，俾我哋嘅生活變得更加美好。